三甲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37到47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7节。现着我来读第2章37节。众人听了，心内刺激，对彼得甲其余的使徒讲：“兄弟啊，我按着怎样做？”彼得甲因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拿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搁另外用济济话干净来考劝因讲。”恁着救家己脱离即个邪的世代，对安尼接纳因的话的人，拢受洗礼。迄日约略加添3000人，常常全部使徒的教士，3角交杯、8饼、祈祷。43节，众人拢惊吓，使徒搁惊济济奇事神迹，信的人拢聚集伫一所在。所有面公家用，搁袂物产家业，照逐人所欠用分互因，日日当心专务伫殿内，也伫人家8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学了上帝，也得到众百姓欢喜因，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以上。这是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圣神灌压，教会建立。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到我悲上帝，阮感谢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伫这礼拜中间有寒冷的天气，也有温暖的天气。伫天气变化中间，主你也保守阮平安，献上阮的感谢。伫主日，阮个福气咱来敬拜你，阮恳求主，你赏赐阮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开阮的心门，赏赐阮有属灵智慧，我会当明白。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伫约略差不多10年前，2013年，牧师是2013年9月15来赴任，10月26日，迄个礼拜开始的时阵，牧师用使徒行传开始伫遐有即个使徒行传的讲道，拢总用4年3个月，讲76讲，才甲咱的使徒行传讲煞。迄个时阵为甚物要讲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记的就是使徒因的行传，即个学生伫即个耶稣就天了后时，耶稣大使命互因，然后因来去做甚物代志，就记载伫迄个所在。然后讲起迄段时间，迄个使徒行传所写的，就是使徒因的记载以及圣神安怎伫迄个所在。当迄阵有用76讲76讲，再来讲煞。那今仔日伫约略差不多10年以后时阵，搁一摆提起来，咱要用七个主日来讲到另外有关特别讲到教会的即个代志。那讲到即个使徒因即个过程中间，咱主要要甲咱的即个重点下伫安怎来对初代教会因的设立。因为即历史中间的记载，咱要搁一摆来入捌教会，也要明了讲，咱伫即个教会中间起造，咱到底爱来安怎来参与？当咱常常到伫教会，还是有人到伫无共款的教会去的时阵，咱会当看见逐间教会伊形态无一定共款，特别伫即个无共款的做派系内底，即个什么，像咱是长老会无共款的即个会、浸信会，还是灵粮堂，大家敬拜拢无啥共款。你毋知要想过即个问题，就是教会合伫上帝心意的教会，到底是安怎？才是合伫上帝教会？是即个形式，还是伊的功能，还是伊所显明出来到底是啥物？咱毋知要去思考过即个问题伫咧无？但因为今仔日咱要三角来学习，到底有倒一个模范？伫圣经中间讲的即个教会，让诚侪咱的模范伫咧。咱人常常
开始教会为一寡人做伙以后，然后就设立起来。设立起来一定是真正上帝下上帝心意，然后再伫迄个所在会当一直伫迄个所在发展。所以咱要对即个耶路撒冷的即个教会，咱三个来学习。但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路加即个医生虽然写了即个路加福音了后，伊继续缀保罗到大卫伫遐来传福音，因为保罗的身躯毋是真勇敢，所以需要一个缀咧做伙的即个医生。路加就是诚做保罗伫身体上两正神的即个帮站。伊看路加咧写的即个四福音中间，甲其他四福音非常无共款，因为伊是一个医生。医生注重两项代志，头一项代志就是伊咧要知影即个人的病情时，伊会问了真清楚，伊会看了真清楚，伫个细节咱无一定会注意到，伊会去注意到。第二，伊会非常忠实，甲记起来。以后伊再当搁看戏，就知影讲啊，以前是到底啥？伊无必要伫遐拢记伫脑内底是。所以你若看到路加福音，定定拢会写着人，写着时间，伫什么时间的时阵。啊，为什么人伫遐啊发生什么代志？所以路加福音非常清楚伫遐来写的，这是路加诶，即个医生伊所伫遐写。嘛，因为伊的关系，所以有写的即个使徒行传，互咱通知影初代教会即个使徒因的即个啊，因安怎来伫遐来传福音，照着即个大使命伫遐所做，因安怎来建立即个教会？所以使徒行传其实是使徒的行传。另外，咱看伊圣神伫遐做工，所以有人讲使徒行传嘛是圣神行传共款。但咱已经过去已经讲了真清楚，咱即摆要集中伫几个即个教会的即个议题顶面。那主耶稣伫地面上要离开的时阵，已经伫遐讲伊要设立教会，那设立教会，伊佫官并互即个教会伫咧。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到19节。伫遐讲，我要将即个石盘，要伫即个石盘顶，我要起造我的教会。因间的关爱袂赢伊，我要用天国的即锁匙互你。既然你伫地上绑个，伫天顶也要绑伊；既然你伫地上绑个，伫天顶也要绑伊。伫天顶，伫地面上捆绑个，伫天顶也要捆绑。伫地面上头绑的，伫天顶要头绑。伫遐讲是讲你，即个你到底是咧讲什么人？原来即句话是甲彼得讲的，所以彼得你的名是叫做彼得是石盘，所以要伫即个石盘顶头要起造，所以有人早时就想讲，安尼教会就是起造伫彼得的身上，所以彼得就是第一代教王，所以为遐开始一直传有即个教王的制度伫遐来产生。但是咱会当尾后咱的理解中间。应该毋是讲起造伫即个彼得身上，乃是靠着彼得引出来时，会当来建立一个教会。即讲着你，应该是咧讲着教会。教会伫你伫地面上，你安那捆绑啥物，到天顶也要捆绑。所以只要咱看伊是讲，教会伫地面上有真大的官名伫咧。即个官名是主耶稣伫遐来赏赐的。所以教会若毋是真正一个下伫上帝心意的教会时，我看咱就亏欠。主互咱的即个官兵伫咧，到底即个教会应该真做安怎的教会？耶稣过完了后是拢总用40天的时间，伫遐互即个伊学生愈来愈明白，伊早时也未定时日所讲的，因为早时讲我要为着世间人来定时日，我3天以后要过活，即学生拢袂当明白，人着死也免会当过活。当伊看见主耶稣过啊，见着应该讲愿恁平安，搁伫遐解说这话，因伫遐开始来留起来。知影讲早时耶稣甲因讲这话，一项一项一直记起来。原来主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囝，到伫地面上来，是旧约所讲这弥赛亚，就是咧讲着主耶稣，因就愈来愈明白啊，耶稣的身份到底是甚物？因就领受主耶稣伫马太福音28章伫遐甲因讲，你着去普天的。互万百姓诚做我的学生，佮着要奉我的名伫遐来受洗礼，所教示呢，着要去行。因才会当领受即个使命，伫迄个所在要起来做。但是主要所知影因的软正，安尼无袂当，所以伫遐甲因讲，恁着要听候，伫
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40到第50节，底下讲天后主白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听见，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到恁阁无几日，要伫圣神来受洗礼。圣神要创什么？底下讲圣神若临到恁的时阵，恁要得到才能，阁伫大卫、伫耶路撒冷、伫即个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互伊这大使命，竟然爱去做这代志，知影伊做袂到。做袂到要安怎？要有信心帮助伊。恁先去等去听候，听候时间若到的时阵，主上帝若看到好时，就将信心来赏赐互恁。伫迄个所在，就要诚侪恁的帮助。果然，主耶稣上天了后的时阵，因这人就到伫一个所在，伫楼顶伫遐来组织。咱即马拢叫迄个所在叫做马可楼，伫迄个所在因来聚会。其实以前无叫做马可楼，反正伫一个楼顶2楼的所在，伫遐来聚会。因伫遐聚会时，同心合意伫遐伫逼找祈祷时，到50天5旬节，主要说就年了10天的时阵，圣神充满伫因的中间。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的第20到第4节，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20到第4节所在。伫遐讲伊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坐规间的厝，就得分开的枝出现，互因看见，参像火的枝，晓伫达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则开嘴讲别样的腔口，是照圣神所想述因讲的。圣神充满了，果然是无共款，因开始有开力，开始会当甲遐讲话，咱毋通袂记咧，伫主耶稣去用定时的时，这学生毋是伫迄个所在组织做伙勇敢起来，无因四散拢倒转因家己的所在。原来讨戏人，搁倒转去讨戏啊！因为伊惊的，因原来去用掠去，因真人是遮尔啊软正直的。但是信心无共款，信心加因开来以后，因就开始有开来起来。主耶稣搁互因看见，知影主耶稣就是上帝囝时，因就即个开来伫咧。5旬节圣神降临时，因就起来讲话，伫遐讲因讲无共款的腔口伫咧。这到底什么意思？阮即个人伫遐有做无共款的解释。有人讲这就是讲方言啊，有人就是讲因就开始讲别国的言语啊。到底是讲啥？咱毋知影。但是结果上个重要是啥？听的人拢听见应该听的。咱看见伫迄所在讲，为逐个所在组织这个人，因组织的时听到这学生用无共款的话，伫迄所在甲因学了上帝甲因讲时，因伫遐拢听见，拢明白。其实方言有几啊种的，咱逐人拢叫是讲迄个咱听无的滴滴答答的声，这就是方言。无方言的意思，真正就是讲，咱无一定，咱家己无一定知影是圣神赏赐互咱的，即种方言。捌一个牧师，伊伫遐来讲起一个例。伊伫遐来解说即个方言，伊讲有亲像安尼，咱爱需要方言伫咱中间，有人会当翻译，咱才当讲。所以长老会中间、聚会中间真少人咧讲方言，因为咱无若无迄个会当翻译方言的文书的人无在场，咱就伫即所在无讲方言。但是方言阁有另外一种，是因为你毋知言语，你会晓讲。伫即所在，使徒行传咧讲就是即种。伊咧无属于这是见证，伊讲。有一个韩国人伫即个纽约会经过一间拜堂的时，突然听有一个韩国话咧声，伊认真听，即个声咧敢若咧对我讲的，因为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拄啊好，迄个声就一直咧甲我讲我着爱安怎做共款。伊就入去到迄个拜堂去看，有一个人伫迄个所在，显然就是即个人，伊就伫遐开始讲韩国话，伊就讲你咧讲啥我听无。我你拄则毋是用韩国话咧祈祷，伊讲迄毋是我咧祈祷，迄是圣神透过我，让我完全毋知我咧讲啥物。但是圣神催逼我就安尼讲出来。原来圣神借着即个人向迄个经过即个韩国人伫遐咧甲伊讲话，这嘛是另外一种的方言，就是讲去别国的言语伫咧。我相信使徒行传伫迄个时阵也亲像类似是安尼，不管伊安怎，因伫遐讲起因家己本来毋知影话语，还是因讲的是知影也好，听的人拢听见因应该听的，这是一个重点伫咧。听见是啥？听伊讲主耶稣已经过我，所以伊是上帝的囝儿，伊就是早时旧约所讲迄个弥赛亚，伊就是迄个基督。
咱看见的是，迄当时是遮侪人组织伫迄个所在。圣经第5章、第2章第5节，伫遐讲对天的逐国的人，犹太人伫天的逐国。咱看遮有几个地点，其实这地点你来看起来是中东，佮加土耳其，佮加即个非洲的北边那点，啊，甲东边阿拉伯所在。迄是一个地区尔啦。亚洲的即个西边。欧洲的东边，甲即个非洲的北边，才各个做诶啦。但是当时的即个地球观内底是全世界就是安尼那点，伊无办法想象到伫美国到底过海已经各有别的所在，所以因伫遐讲，逐国的人拢总组织做伙伫即个所在。当伊伫遐听见彼得伫遐讲时，伊有啥物反应？咱看伫第2章第37到39节，咱拄仔所读的伫遐地方，伊讲，阮着安怎做？安怎做？因为安那？因心动着刺插，华语版讲扎心，扎心原文的意思是讲你的心中叫啥？叫尖咧插。我相信咱无即种经验的，除非咱的身躯会病的，咱身躯有即种心肌梗塞的时阵，特别丢着时，哇，心内感觉足艰苦的。这当然咱是无意来去动着，但是佫有一种情形，咱会当感受到，当你所心爱的人，当你的亲人、至亲的人。因伫遐当着即意外，还是伫遐离开咱，你会感觉足艰苦心的。迄就是亲像安尼，你的心受着尖咧插共款。所以因着伫遐问讲，阮着安怎来做？伫所在彼得就甲伊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见了主，咱的上帝所调的。要安怎做？两项代志，头一个安那悔改认罪，第二奉耶稣的名受洗礼。然后你就得到福气，头一个你的罪安那得到赦免了，第二个领受圣神。啊，这是要有啥物人？毋是干那互恁哦，佮互恁会子孙拢有哦。啊，这人是啥物？这人是上帝所要调的人。啥物人是上帝所要调的人？这人是相对啥物？相对上帝所要调的人。咱啥物？上帝所要调的人。原来是上帝本意是要调所有的人，但是咱会当来证明讲，咱是受调的。咱来看这个人安怎是真对上帝所调的人。因是上帝所调的人，因为伊对真理有反应啊。当听见真上帝话是因伫遐感觉呐，心刺插。咱逐礼拜的时阵，你毋知捌听见圣经中的话？即个毋是咧甲以色列人讲的哦，毋是咧耶利米咧甲早时犹太国人讲，伊嘛今仔日咧甲我讲呢。我嘛甲因共款即个情形伫咧。感谢主，你已经提醒着我，我知影我爱安怎来做。你有即种刺插伫咧无？你捌对这个真理有即种反应伫咧无？新约中间，保罗所写的批信中间，从早时这教会、哥林多教会、幼所教会、这教会所讲的话，今仔日嘛咧甲咱讲。你毋知常常对这上帝的话语中间、真理中间有即种刺插，有即种反应啊无？咱关于这人是受调的人。因为头一个，伊对真理有反应伫咧；第二，毋若有反应，因阁有行动出来。这行动伫遐甲恁讲，伊也讲对安尼接来因的话的人，拢受洗礼。即对逐国来，这人听见彼得所讲的人，拢受洗礼。所以伊要受洗礼前，就是爱认罪，然后再受洗礼。所以因愿意伫遐说决志讲，主耶稣就是伊的救主。对真理有即个反应性，就是咱所讲的叫蒙召，有一个呼声出来，我听见啊，听见以后，我有反应出来，我就受调啊。然后我的动作是安怎？我去认罪，然后我承认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我诚做伊的百姓伫咧。咱看见这人就是安尼，然后不但安尼时阵，因阁有即个行为性命显明出来，因就是真正诚做一个新造的人。第二讲，你着爱离开迄个邪的世代，华语版讲那弯曲的时代，离开遐无好，即摆世代无好时，你爱离开伊，你爱活出基督徒的即种香味出来，有即个生活伫咧。咱看见这个人为什么就是上帝所调来人？
伊会当显明伊就是，因为伊对真理有反应，然后伊个行动出来，主爱因认罪，伊就认罪，受洗咧就受洗咧，领受圣神，有安怎领受无？有，我的生命改变啦，代表我已经领受的圣神在帮助咱。上帝嘛要警告咱所有人，伫咱中间遮的人，但是咱会反应是安怎？你会当用你的行为来显明，你就是遐上帝所要调的人。你有常常听去看圣经话语的时阵，你有伫遐感觉刺激无？感觉这话就是咧向我讲的无？那咱最近伫遐咧推每日研经释义的时阵，咱5年中间会当个圣经读一遍。你有逐工伫遐来读圣经，看你遐话语是其实就是咧向你讲话。你有伫遐得到一个感动，得到领受，得到光照啊无？然后你开始有啥物行动出来无？你的生命会当改变，你的日常生活会当显明出来，讲你是真做一个新造的人无？这个人就是真做安尼的人。这个福音就因为因这个人真做受掉的人，倒转去以后，开始就福音伫遐来传开。福音要靠12个使徒去传，无可能遐尼紧，豆传啊！但是咱看见一遍3000人信主，这个人信主了后，生命得到改变。当去因家己的所在时，因厝内的人、因附近的人，就伫遐开始就受到改变。咱看见是福音用这种方式，伫遐来建立教会。所以伫遐要讲教会伊的建立，其实就照顾这几个阶段伫遐做。有人在宣调了的人，有人就听去伫遐来回应，受欢迎回应的，咱叫做蒙召。受掉啊，然后伊就决志，我要认罪，我要认罪啊！所做我的救主，我来受洗咧，我认罪悔改信主，然后你就做得到下面，你就领受圣神，真对开达伫你心中，你就愿意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真对一个这个人就三个做伙。咱常常个两正要安怎？咱在教会的时阵，咱来团结，咱个小组的时阵，彼此鼓励，彼此带导。这就真做咱的帮助，这就是教会形成，就是照安尼来形成。因为主知影咱的软正，就安尼来做。咱看见历史上的第一间的这个教会，就安尼来成立起来。伫耶路撒冷来设立起来，本来120个伫马可楼顶头咧祈祷呢，即卖一天突然有3000人来增加出来，哇！这是何等大的稳定的。咱教会伫遮今年进入第48年，到目前咱的会友数是。那照咱的合会登记，有即个陪餐会是583名。咱特别咧礼拜，包括即主流加起来，差不多600个左右。咱是经过48年，一天3000人，哇！牧师就欣赏的，会当一天就3000人，会当信主，毋知偌好。当然有伊的背景伫咧，早时犹太人因的即个。因为这个神的观就是唯一独一的真神啊，无别的神啊，所以伊嘛知影有一个神，伊这个耶和华上帝是听因的，要找见弥赛亚来。所以耶稣来能证明就是这个弥赛亚人，当然因就是规人拢来信啊。但是更加互咱看见，咱的福音要传的是，其实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5节所讲的，阮的福音传到你迄个所在，毋那干那是言语。第2嘛要圣神的官兵，甲圣神的感动。第3要有充足的信心。所以其实这3项是三个这个部分连起来。头一个是讲的人要讲正确的福音；第2圣神的帮助；第3听的人要有信心的。福音就临到伫这所在，迄个人得当接受，得当来信主。以色列人是独一的真神的民族伫咧，所以因的信心有够。所以，因为伫迄所在3000人，就伫迄个所在来信主。第一间教会就安尼来成立起来。咱要来看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伊的表现到底是如何？今仔圣经在中间第一个几节特色，已经讲了非常清楚。伊是一个功能非常健康的教会。第一个，咱看去，伊是真敬虔、佮荣耀敬拜的这个教会，一个。伫第2章42节到46节所在，伫遐讲因日日当心专务伫殿内，法夫办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面。只有三个形容词伫了，讲着日日
第二讲啊，党心全部，党心，然后讲全部。法务是讲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天天英文写讲 day by day， 还是讲 every day， 每天啦。咱一礼拜敢若礼拜日到礼拜堂来，佫是1点半钟至2点钟左右。咱常常就真侪人有理由袂当来啊，何况这是逐工呢？第二，同心，法务办讲同心合意，英文讲 with one mind， 就是一个心志尔啦。逐人讲家己个心志，毋是坐喺遮个时，有人咧想讲，我可能等于要去倒，我毋知咧去厝里敢若有啥物代志，啥心神不宁伫遮。无，因逐人全部讲一个心志尔啦，讲一个心志啦，全部伫殿内，叫恒切。因法务办讲恒切，就是无改变，安尼真无去受到别种的影响，真认真伫遐咧，全部伫遐咧追求。要创啥？伫遐祈祷，伫遐追求敬拜。即种敬拜就是咱所看见的是一个真虔诚、真荣耀的一个敬拜伫咧。第二，咱看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咱啊真三听，佮真亲密团结即个教会伫咧。咱拄仔想看3000人伫遐受洗咧，这人真侪拢是为别位来。这人若留落来的时阵，伊若留伫即个耶路撒冷要安怎？咱看去开始伫耶路撒冷人接来因这人到因兜去，伫遐住。毋然安尼，因无通即个所在即个费用无够要安怎？哎，帮助因。伫遐讲啊，所有的米公家用，法务办讲凡物公用。这是即种世界是啥物世界？世界大同，世界大同的即种世界。所有政治家拢咧思想，阮个国家伫是会当变出来呢。所有米，大家互相，大家公家来用，拢袂计较。较勇壮的人，较有能力的人，帮助较大，无毋对，伊会当贡献较大；较软正的人，即能力较少人，伊的贡献较少。但是安那，大家平平共款的享受。这是世界大同的即种情景伫咧。伫初代教会，因伫遐来看见，因伫遐来实施出来。但是咱嘛知，即种制度到尾也无办法去继续落去，因为这是人的软正，人会开始伫遐来自私，人开始伫遐来开始轻分，开始来感觉讲安尼无公平，到底什么才叫做公平？你的才能就无共款啦，出发点就无共款，当然伊的结果是无共款。所以，即个公平用咱的想法咧想。但是上帝是爱咱参像安尼者，伊来设立即个安息年，设立禧年，都是我为着要安尼，一切无公平的话，伊到站落去，佫倒转来，大家佫开始平等，佫来开始啊。毋茫会当安尼，但是伫即所来，咱看见无过，伫初来教会因有实施过，然后咱看见钱用了出无够要安怎啊？甲我的财产摕去卖要紧，因卖所有的物产，伊的家业伫遐甲卖掉。佮分互别人，分互所需要的人，照着所欠用来分互因。有人伫遐讲啊，这都因为迄当时因伊的想法是讲，耶稣无久就要过来啊。耶稣捌讲伊讲，恁捌看见我的人，这个人还未过生以前，这个日子就要到。所以啊，这目视得要到啊，所以无要紧，这个应验去。敢有影咱得当安尼讲？去年2022年12月2日是所有的世界末日，当真侪人拢面对，确实伊若是真的时阵，你安怎面对伊？敢有影咱就会当拢总分互大家啊，反正时间要到，咱逐人啊，这有的也无效啊，无来分的。当然有人毋相信伊，所以无安尼做；有人相信伊的是安怎做？电视报道，伫美国的人伊是规间厝拢堆满所有假米伫咧，罐头伫遐满。伊讲，我会使一个人无出去外围，伫这内底生活2-3年拢无要紧。我想无讲世界末日，家一人食着咧一直食，毋知有啥物意义伫咧。但是伊面对这世界末日的时，伊的想法嘛是安尼。伊我袂讲，我这紧来分互别人。无人的软正就是安尼。但是咱看伊咧初来教会，伊毋若家己所有的米来公用。佫无是，甲我的财产卖，咱三个过来需要人佫摕去用要紧。咱看见是一个对即种团结是三听，
非常亲密的。因三个做伙，这人佫是存着咱啊，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毋是去啊，毋是去用逼的，毋是不得已的，是我欢喜心甘情愿要来做这个代志。虽然看伊是一个三听亲密团契这种教会，你毋知当想着讲，对这种团契，对这种小组生活会当比这个较好。这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教会的表现。第三，咱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佫是一个谦卑、灵命成长的教会。因为伫这所在，伫使徒行传第2章的40节，伫迄个所在来继续伫遐讲着，讲因常常专务使徒的教示，所以因专务是使徒的教示，就是阮听以后呐。佮继续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伫遐显现出，常常佮一直听，常常一直听，我会求进步，爱求成长伫咧。咱看起因是谦卑，愿意佮去成长，所以伫灵命伫遐来得着成长。第四，咱看见即个教会也是一个罗卜甲真温群侍奉的即种教会伫咧。咱伫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时，伫遐开始讲起因来选即个执事，为什么要选执事？因为感觉讲有人掌管无受到公平的对待，但是换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有伫遐咧关心着这需要帮忙，孤儿、掌管、寡妇，这拢总安那，因伫遐咧帮忙，所以结果是安那，得到正百姓欢喜因，绝对是有即个真。实际行为出来时，所以得到正百姓伫遐来欢喜。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罗卜式，已经温群伫遐侍奉的教会。第五，咱看见耶路撒冷是一个真忙、真刻薄、真火热要去宣告的一个教会。记载伫43节到47节，伫遐看见因是啊，头一个引用，讲到，敢若讲到主耶稣各外互因，伊这是信仰的基础啊。所以因伫遐讲到信心。因伫遐讲毋是别项物件，就是主耶稣的好消息，伫遐报人知。毋然呢，阮所相信的神是有权柄的神，所以有权能的即种服侍伫咧。因伫遐来行神迹，行到即其他的人则伫遐来惊吓，因为因看见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这绝对是有神来，阮这是无完全的人，阮当了这，阮自然就会惊吓，是即个意思伫咧。咱阁看见讲，因伫遐听心服侍人，才当得到正百姓的即个欢喜。所以咱看见因伫遐即个教会宣教教会是一个整全的一种教会，非常完整的。因伫遐讲正确的信息，因伫遐阁会当将因的权柄会当行出来，阁伫遐会当服务即所有即因所当着即个人伫咧。伊的结果就是啥？主将得救的人日子加添互因。咱真毋望咱的教会会当侪人，会当人愈来愈侪。咱可能想策略，我咱想办法，哎呀，安尼当吸引人啥等等这，但是毋当袂记咧。人的增加，会久长增加，是主将即个赏赐伫咱中间。你可能会当用咱人的方法，第一期中间吸引足侪人入来，但是当这个吸引力无去时啊，人就来离开，因为伊的性命无得到改变。只有主将这个人有生命改变的人，有引出人到咱中间生命得到改变，伊才有可能继续留落。所以咱毋通失去伊即个焦点伫咧。咱若要互咱的教会会当得到复兴，你只有安我个圣神才有办法。所以今仔地包伫遐人讲，咱是伫咧说来圣神来管压伫咱中间，教会才有可能伫遐来建立起来。所以咱看。即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诚做后来这教会起造即个模范伫咧，所以咱若要起造像耶路撒冷这种健康、个当成长教会，咱嘛需要来学习即几项，就是拄下即几项那个写做伙起来。正上个惊啊，即个白色即个部分，其实就是教会五大功能。你有敬拜，你有团结，你有成长甲教育，然后你有侍奉，到即个宣告。也毋知记哩，咱的义象是啥物？对来是基督教会要托住啥物？头前即几个就是敬虔的敬拜、三听的团结、谦卑的成长，还是教育，然后罗卜的侍奉。这是咱教会义象。然后呢，对外诚做一个宣教教会，
确无会这种宣告的。其实咱就是咧照着主耶稣的大使命，伊的大改变，伫咧甲咱讲。伊以下咱诚侪呢，咱今日过一摆看去耶路撒冷教会就是安尼。当咱三个来想看觅啊，咱教会毋知有安尼啊无？是头一项，咱来想就是讲，咱毋知有瓦克信心无？因为要即个即个使徒行传甲咱讲，第一个上爱重要是啥？信心充满了。信心灌压伫咱中间，咱的教会才会当建立起来，才会当久长。有可能你用种种好诶是第一期，互即个教会建立起来，嘛看敢若真兴旺，但是久长起来时，咱就看伊袂当，因为无信心的亏来伫咱靠是咱家己的人。所以头一个思考是讲，咱毋知有信心伫咱中，咱挖过信心伫咧帮助咱啊无。然后咱看伊讲，咱毋望伫信心的锻炼内面，咱会当做参像耶路撒冷教会即几项的时。我大约对咱教会来做一个回想的时阵，咱看见讲，咱若要像咧敬虔荣耀的敬拜的时阵，咱的敬拜到底如何？咱最近的即个以前叫做敬拜俄乐、敬拜赞美，咱遐名改做讲赞美敬拜。意思就是讲敬拜有几啊种方法，咱即种嘛是敬拜，咱用信息、上帝话语最中心的敬拜。有一种敬拜是用诗歌。我敢用俄乐来做敬拜，咱应该学过这琴语金香炉的敬拜，琴语金香炉迄个琴的部分，就是咧用敬拜方式。咱今仔所唱这个敬拜赞美歌，这个歌词就是你若换做话语，就是咧讲信息，只不过用唱的方式，所以咱来换做讲应该是赞美敬拜。咱有多元性的赞美敬拜伫咧，有人真用喜乐的心伫咧，有人用真忧愁的心伫咧。咱拢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接受的，因为咱的上帝是丰丰富富的上帝，伊袂受到苦束。有人无赞成赞美敬拜嘛无要紧，因为你赞成这方面，但是咱莫拒绝伊，因为咱的上帝袂去用苦束讲，干那安尼才会使。伊是丰丰富富的上帝，所以咱用多元性的敬拜伫遐来敬拜伊，咱嘛用真侪祈祷伫咧。咱会前读经，有人想讲咱会前读经是咧单独的，无。会前读经是咧陪伴咱的心，咱用上帝话语来陪伴咱的心，要来敬拜伊。迄嘛是一种敬拜的方式伫咧。咱较咱要报告就是咱的祈祷，迄嘛是一种敬拜。咱真毋望咱的敬拜是敬虔、去荣耀的敬拜。第二，咱看见咱的团契，咱用小组，咱嘛团契嘛伫咧。咱这团契是较同质性，然后这团契可能有人袂当参加，很侪咱参加小组用地区性的，毋望这会当诚侪彼此的帮衬。但是咱有人袂当参加小组，那要求小组长逐摆若要聚会时，敲电话问，这袂当来参加，毋是要催逼因来参加，若讲我明白你袂当来参加，因为是暗时，还是因为你的身躯，也是等你足侪原因无要紧。但是你毋知有需要阮为着恁祈祷的无？伊无来参加，咱的心甲伊参加做伙。那么底下有食物银行、友爱基金、有恩友团契，有这，咱讲是毋望会当透过团契，会当诚做一个相听、佮亲密的团契中间，或者灵命会当诚做伊的帮助。成长的部分，咱最近咧推这个每日研经是5年内底，咱甲圣经读一摆，毋望会当甲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咱鼓励人去外口上课，然后咱补助因，因为因的课比咱家己咧上课更较侪。咱有但以理的课，咱有女子神学，咱有 CCF， 甚至有台神的信徒的造就班，这拢总是咱的小组讨论题目，就是主日的题目，毋望咱一连贯做伙。为什么要互咱的灵命得到成长嘅？咱的侍奉，咱每年的十一月，咱的举办。释放博览会，毋望提供更较侪机会，互大家当参与。你讲我的年纪较大，袂当安怎？你会当参加祈祷组啊？你免出力嘛无要紧。所以咱目前差不多60-70%的人是有参加的服侍，哇，咱感觉非常的好。其实，若照这个原理的是，咱应该100%的人拢咧侍奉。有人是爱出力，有人是安那用祈祷就好，有人敢若关心。这拢总是会当啊！你若有关心着别人，像这个，像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因关心你遐酒馆管理孤儿者，然后得到正百姓欢喜。
你若有这种服侍路布施服侍真温群去帮衬的，需要探访者的时阵，就诚做这真好的这种服侍的。然后咱看，咱就透过这个志工大队，去参与伫这个医疗的咨询啦、清洁啦、生命教育啦、少妇院啦，这拢总是安那，毋茫提供更较侪机会人来参与服侍。那宣告大概是咱教会中间较弱的这个部分，因为咱最近就喊你来办这个报道会，但是今年咱是真大目标的，咱要来建立一个社区的报纸，咱嘛甲咱的社区这人的意见拢来做，阮关心你，阮以后会当成做一个，互恁的声会当出口的所在。社区报纸，咱要有一个戏剧的这种宣告，咱讲有一个审判屋 （judgment house）。咱今年有这带伊离这人要倒转来讲职场宣教。第一场的是这个 Judgment House 的迄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伊来伫咱中间。伊昨仔拄啊到，伊来今仔来访问咱教会。伊知咱8月时，咱要有这个审判屋的这个学习，所以来访问咱，来看看，来带来咱祝福伫。迄是咱要用一种严格的方式来传福音。毋茫咱会当用种种的方法，伫迄个所在会当会当将咱这个宣告部分最后更较好势。但是咱在咱的社区的部分，咱干那一个科牧师甲一个干事尔，所以咱需要真侪同工的。你来看周报已经登足侪遍啦。咱要伫遮个同工，请咱大家来报名。我伊刚刚问讲，到底有偌侪人讲无几名呢？所以刚刚这事干毋知变咱来推动，我愿意继续祈祷，咱来呼吁更较侪人来参与。咱需要人，嘛需要地，嘛需要所在。咱这个所在已经无够用的时阵，咱本来旧年真感谢讲隔壁一个地下室，咱已经通过合伙讲要买，但真可惜，当着一寡这问题，虽然无买成，咱就感觉咱的所在是，但是最近我讲二楼，这个富邦的2楼的所在，嘛是规个拢无条啊，200几平。但是咱也未做这决定，小会员、幼员伫遐咧看，伫遐咧斟酌，下伫祈祷中间。咱毋茫伫这若要做社区，咱只要需要一个所在，需要有人会当来做，会当做更较好势。我伫遮讲这是咱的回想，咱家己伫这所在，咱要学习参像耶路撒冷教会时，咱毋知做了如何。我相信，佫有真侪的空间需要咱的成长。咱毋通满足伫目前咱所做。咱看见耶路撒冷教会绝对是属于祝福的教会，因伫遐做了这么好，互咱诚侪咱的典范。毋茫咱嘛会当来学习，咱当诚侪合神合心的心意的这种教会。咱看见这礼拜咱有小组，所以我伫遮迄几个问题伫遮来讲。咱若要重新来起造安尼情况教会，你毋知愿意做啥物？咱的教会若是参耶路撒冷的教会做咱的模范时，咱有真侪进步空间的。你有啥物具体建议无？咱莫批评，咱尽量安怎，尽量来建议，毋知会当安怎的？安尼才会当诚侪咱的帮助。咱教会甲即个个人拢需要信心的这种充满的，你毋知会当伫小组中间来分享，你伫这方面你安怎克服？你的行动是安怎会当诚做别人的一个帮助？愿上帝祝福伫咱的教会，祝福伫咱所有毋茫会当参像用耶路撒冷的教会做咱的模范的一种克服啊，甲即个努力，让咱得到主的保守、看顾甲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透过初代教会因的成立、因的表现，互阮看见有一个模范、一个典范，互阮会当来学习。阮求主你来祝福伫阮迦南教会，当阮以后要来学习耶路撒冷教会的时阵，你的灵就甲阮同在，因为靠阮是无可能，靠阮是无办法的，靠阮是无可能久长的。阮需要主你找见信心灌压伫阮的中间，伫阮的教会来建立，就让诚做合伫主你心意，求主你祝福甲带领。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要重新用主所教是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伫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
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